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文傑新時代頻道，我係劉文傑。今集想同大家去講講呢，就係我懷疑馬斯克係咪有事再剔咗嘢呢？跟住就發癲呢。佢今次呢，就再次去鬧特朗普佢嘔心瀝血嘅咩大而美嘅法案呢一個嘅最新嘅政策。當然啦，佢呢一個嘅鬧呢，今次就唔係齋鬧嘅。美國嘅國會嘅預算辦公室咧，亦都講咗，咦，其實馬斯克講嘅嘢咧係啱啱地嘅喎，咁樣，有赤字喎，咁可能會損害職位喎，咁樣，咁但係阿特朗普梗係咗你都傻啦，係咪先？佢身為佢自己覺得佢最靚仔，全世界最靚仔、最聰明同埋最犀利嘅人啊，佢覺得佢自己，咁佢梗係唔高興㗎啦，佢就話啦，喂！你咁樣搞法嚇馬斯克，我削你個補你個貼㗎咁樣，cut 你錢啊咁樣。馬斯克就話啦，我一啲都唔驚，嚟啊咁樣。哎呀，佢哋兩個如果咁嘅話，真係會打交㗎，咁就好啦。我有多啲花生食啦。咁唔知最多成件事係點樣嘅呢？我哋陣間一齊去睇睇。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同埋啷啷掣緊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美國嘅大而美嘅法案呢，初步表決咧就差唔多到噶啦。馬斯克咧就喺度再次批評呢一個嘅大而美嘅法案，就話啦，呢單嘢咧係會摧毀上百萬個嘅職位。唔緊要啊，如果摧毀上百萬嘅職位，你自己嘅之前搞嗰個嘅咩美國嗰個嘅辦公室咁樣啊，政府效率部咁樣，咁你都削減唔少職位啊，削減過百萬個職位，咁出面嘅職位驚咩啊？係嘛？咁唔緊要嘅，呢個係佢攻擊特朗普其中一樣嘢嚟㗎嘛，係咪先？呢個嘅法案呢，咁就主要點樣爆發呢？呢啲問題就喺線上爆發嘅。馬斯克咧就係喺法案喺參議院表決之前咧，整咗個文章就痛批佢，話咁樣會毀滅美國個百萬個嘅就業崗位，認為呢個嘅法案咧係極具破壞性。但係同一時間，極具破壞性嘅點止特朗普一個咧，馬斯克佢哋嗰個美國政府效率部，好似都係要做差唔多嘅嘢喎。嗱。咁佢係破壞幾百萬個，你又破壞幾百萬個，咁大家打喎，咁咪算咯，係咪先？咁你使乜嚼佢啫？唔係，咁佢哋而家分咗手啦嘛，分咗手就嚼佢噶啦，係嘛？呢個唔係男女朋友嘅問題，呢個係男朋友嘅問題，所以咧分手一定嚼硬嘅 ，OK？男喎，大佬嚇。佢咧就認為啦，呢個法案咧首先就會推高佢哋美國政府嘅負債。然之後咧，佢亦都係喺今次嘅時間裏面，趁住嗰啲嘅網友就留言嘅時候，借機發難。佢批評呢個嘅法案同現實自相矛盾。就話個法案一邊補貼過去嘅產業施捨，一邊就好似損害緊未來嘅產業咁樣，仲要嚴重咁損害。仲喺另一個貼文裏面形容呢個法案係完全瘋狂嘅。獲得馬斯克回應嘅網友咧，發出嘅貼文咧，即係喺個回應嗰度做啦，即係法案咧會係補貼焦煤產業嘅，並且咧係會提高所有仲未動工嘅風力同太陽能嘅一個呢個項目嘅稅收比例咁樣嘅嘢。但係呢一個大而美嘅法案係咪真係影響好大咧？嗱，美國嘅國會嘅預算辦公室咧就預料咧。如果真係推呢一個法案出嚟嘅話咧，美國係會增加33000幾億嘅赤字。而家美國已經有差唔多37萬億嘅赤字，再加多3.3萬億嘅話，冇嘢嘅，佢可能係見未夠40萬億整個齊頭數，你嘆下啫。咁呢一個項目就已經推到美國嘅國債個負債要去到40萬億。如果仲有其他項目要推高赤字嘅話咧，咁你諗下，美國嘅負債會變成幾多？我真係唔明美國
嘅經濟係咪真係所講嘅咁好，咁高負債係嘛？咁啊，美國嗰個嘅參議院咧就為咗特朗普呢一個大而美嘅法案咧，已經進行咗首輪嘅投票㗎啦。咁咧首輪投票咧已經係獲得足夠票數，可以係通過呢個嘅法案㗎啦。預計咧喺未來呢幾日咧就會係通過㗎啦嚇。咁啊，路透社咧就引述咗佢哋美國國會嘅辦公室 CBO 喺禮拜日發表嘅報告就話啦。估計咧呢一個嘅法案咧，針對嘅36萬2千億嘅美元咧，即係大約係差唔多300萬億嘅港紙啦嚇嘅聯邦債務咧，會造成咗一個衝擊嘅。佢會咧係令到咧而家呢一個美國嘅國債咧，再增加多33000億嘅美元嘅。咁啊，比佢哋喺眾議院上個月通過嘅版本咧，再多8000億嘅美元落去，咁冇嘢嘅，咁係湊夠少少嘅，即係齊頭數，咁佢哋咪即係下一個目標就係搞到佢哋嘅國債係要超過40萬億美元咯，係嘛？幾好啊！我都想睇下到時美國會變成一個點樣嘅國家 ，OK？而維珍尼亞州嘅民主黨嘅議員咧，沃納就話啦：呢一項嘅法案如果係獲批准嘅話咧，將會係俾共和黨帶嚟一個嘅麻煩嘅。佢亦都預測咧，有最少1600萬美國人咧係會失去醫療保險嘅。咁唔緊要啊，失去醫療保險嘅又唔係特朗普，係咪先？特朗普咧就要求呢個法案咧就喺7月4號美國獨立日，即係美國嘅國慶之前咧就要通過㗎啦。咁但係咧就係喺今個夏季較晏嘅時間咧，咁美國嘅議員咧就會面臨一個更加嚴峻嘅考驗，就係一定要去提高佢哋國家自己制定嘅債務上限。如果唔係咧，就會係面臨咧362000億嘅美國債務嘅違約風險。咁冇嘢嘅，佢咪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啦。而家已經有好多張信用卡㗎啦，咁一張信用卡冚一張信用卡啦。咁而家咧就話啦，係咪要申請多啲信用卡去卡冚卡咧？咁樣咁要決定㗎咯喎。咁好明顯係要啦。咁但係咁樣嘅話咧，佢哋欠債又會更加多㗎咯喎。或者咧就真係到時如果有啲咩環境嘅時候，人哋信唔過你，就唔俾你申請信用卡嘅時候，咁點啊？咁你咪搞老婆咯。係啊。美國一定終有一日老破㗎，你信我啦，係啊 ，OK。路透社就話啦，呢個法案咧將延續住2017年特朗普當時嘅減稅與就業法案。呢個法案咧就要削減其他嘅稅收，並且增加軍事同埋邊境安全嘅支出。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就係因為佢如果第時有間銀行當係咁講啦，有間銀行係唔俾佢申請信用卡嘅話，佢打巢人哋間銀行，就係咁啦。咁如果有銀行去追佢卡數咧，打巢埋嗰間銀行。如果有咩銀行要佢還錢咁點啊？打巢埋佢咯。所以點樣啊？而家咪搞緊佢啲武力咯，咁都得嘅咩？呢個咪特朗普咯。不過特朗普係咪會做一世嘅美國總統咧？或者下一任嘅美國總統係咪會延續呢啲政策咧？未必。咁嘅話對美國嘅傷害咧，點都好，對美國傷害都好大㗎啦。爭在點傷害法嘅啫。OK， 參議院嘅共和黨嘅人咧就拒絕用呢個 CBO 嘅法案咧，就係對呢個法案咧就係估算一個成本啦。佢哋就話啦，要轉用另一種唔使考慮呢一個減稅就業法案嘅研究成本嘅計算方法。咁即係點樣啊？咁即係話即係咁，我之前咁多張信用卡碌爆咗嗰啲錢咧，你唔好計啦。我而家即係新嘢啊嘛，係咪先？我新借嘅信用卡，你又由呢一張卡開始計算啦。其他嗰啲咁嘅計法，喂，對我唔公平啦。用新嘢計，咁先得㗎嘛，係咪先？咁都得，咁之前爭落嘅錢唔係錢啊？係，但係冇爭落㗎嘛，咁關我咩事啫？即係唔係我今年爭落啊？咁都得，係嘅，而家就係咁樣㗎啦。參議院嘅民主黨領袖舒默咧喺禮拜日嘅時候就批評啦，共和黨而家咧就做緊呢一個
喺參議院嗰度做冇試過做嘅事情，利用虛假嘅數學同埋會計手段去掩蓋呢個法案嘅真實成本，即係即將通過嘅一個美國史上最昂貴嘅法案，為億萬富翁咧提供一個嘅叫做稅收減免，同一時間咧取消咧聯邦嘅醫療保健，咁補充營養協作計劃，同埋咧幾百萬人嘅叫做高薪嘅工作，咁啱嘅，大家你要了解得到，特朗普咩出身啊？佢就係富豪出身啊嘛，咁佢要為佢自己減稅㗎，係咪先？咁如果唔係嘅，咁點減啫？啱唔啱啊？佢哋就話啦，如果參議院通過呢個法案咧，佢哋將會送還翻咧眾議院進行1個鐘嘅審議嘅，然之後就由特朗普簽署，咁就會生效㗎啦。咁但係呢一嚿嘢，你想唔想生效咧？我好想嘅。OK， 係啊，因為生效咗咧，美國就會步入一個非常之大嘅死亡空間。OK， 我好想嘅嚇。阿特朗普再同馬斯克咧喺7月4號之前嗰個，即係佢就要7月4號之前通過呢一個嘅法案啊嘛。繼續咧就係駁火噶啦。阿馬斯克就對呢個特朗普推動大移民法案咧，話原來咧不斷咁樣去發文啊，回應啲文章啊，嚼佢嘅。特朗普咧就喺尋日，即係我哋香港時間7月1號晏啲嘅時候啦嚇。咁咧就發文反駁就話：喂，大佬啊，馬斯克早就知道自己係反對電車強制令㗎咯喎，咁樣亦都話啦，將會指令咧美國政府效率部由馬斯克嘅部門去審查翻馬斯克旗下企業獲得政府嘅補貼，暗示咧就話啦，嗱，如果我 cut 咗佢嘅即係 cut 咗阿馬斯克嗰啲嘅補貼嘅話咧，我可以減省開支㗎咁樣。阿馬斯克就立即喺網上面就話：嚟啊，你咪 cut 我開支咯，你咪 cut 我補貼咯 ，cut 啦，你而家就 cut，冇嘢嘅。馬斯克好多嘅錢咧就變咗現㗎啦，係啦。咁你 cut 嘅開支咧，冇嘢嘅，佢會動到邊度咧？就係動到美國嘅嗰個叫做股票市場啊，甚至乎咧會令到美國咧嗰啲嘅美元啊嘅地位可能都會係下降㗎。OK， 一喐咧就喐成個美國，唔緊要嘅，佢都係想抽股票嘅啫，係嘛？呢個咧嗰個大移美嘅法案咧，馬斯克咧就話啦：喂，其實咧佢哋國會預算辦公室就話增加3.3億嘅美元嘅國債啦，但係馬斯克話呢個數字係假㗎。雖然咁都係多㗎啦，但係理論上咧應該係提高5萬億嘅美元嘅國債嘅。就話而家美國政府咧由共和黨一黨專政，哇！呢一個字啊，真係咧美國都話得人多咯。而家美國自己係揦嘢啦。OK， 話美國一黨專政啊，呼籲建立一個關心人民嘅新政黨。佢就話啦，若果法案獲得通過嘅話咧，第二日佢就要成立一個美國黨去取代共和黨或者民主黨嘅一黨專政，就變成佢自己嘅一黨專政。OK， 特朗普咧就非常之唔 like 佢講嘅嘢啦，跟住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發文咧，就喺度嚼佢啦。特朗普就話啦，早喺馬斯克大力支持佢競選總統之前咧，佢就知道佢係強烈反對呢一個電動車嘅強制令嘅。佢呢單嘢好荒謬嘅，呢一個係佢競選活動嘅主軸。電動車咧固然係好啦，但係唔應該強迫每人都有一架咁，係咪先？但係講真啦，即係馬斯克賺錢嘅淨係靠電動車咩？絕對唔係啦。所以呢一樣嘢咪可以直接威脅馬斯克咧？咁其實唔會嘅。OK， 特朗普又嘲諷馬斯克咧就係高度依賴美國政府嘅補貼。佢就話啦，伊朗佢獲得政府嘅補貼可能比歷史任何人都多。如果冇呢啲補貼嘅話，伊朗咧就可能即係叫做做唔到生意㗎啦嚇，變成冇錢人㗎啦，關門大吉去翻南非嘅老家啦。佢話如果佢哋唔需要再發射火箭、生產衛星同埋電動車嘅話咧，佢哋國家就可以慳翻一大筆錢啦。咁你個太空人咧唔理㗎啦，係啊 OK。佢話啦，所以而家就要讓佢哋嘅美國政府效率部好好咁樣審查下佢前老闆啊，睇點樣可以慳翻呢一大筆嘅錢啊 OK。
咁啊，呢一單嘢咧，呢一段嘅發言咧，或者呢一段嘅文章咧，就影響到阿馬斯克嘅神經啦，可能又索咗嘢啊，嗨大咗之後咧，即刻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做啦。我嘅意思係，而家你就立即斬死補貼佢，睇下點咁樣。咁啊，係啊，你斬死佢補貼佢咯，你睇下點？你睇下我信唔信你斬死補貼佢？嚟啊 ，OK，我係好想佢真係斬死補貼佢嘅，幾好啊！我都等住睇下嚇。咁啊，唔知大家覺得點啦？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明聽你點睇單嘢。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喺影片完結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健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我哋下集再見，多謝大家，thank you，拜拜。